这次回罢免案，唔那国民党的立委，也阁有挺职当中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去到新竹市，甲高虹安做伙陪前主席郭文德的老母去投票。也郭文德因某陈培琪针对郭文德袂使请假出来投票，是表达严正的抗议。 罢免投票日落举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牵手陈培琪，在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陪同之下，透早8点外就去金后女中投票。陈培琪受访的时表示，希望选举赶紧结束，也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进行裁定驳回申请。造成目前因为警发声案，互人羁押的郭文德，我都行使公民投票权，表达严正的抗议。 直接明讲了，就是说让他出来投票会影响到公益，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要改一下，然后应该影响到执政党的一个利益而已，不是影响到公益。所以我对他们那个裁定书的结果，我当然是表达我一个强烈的一个不满与抗议。谢谢。只有来投票。 镜头来到新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早出现伫新竹市，甲涉嫌贪污停职当中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做伙陪前主席郭文德的老母何瑞英去投票。何瑞英虽然坐轮椅，不过看起来真有元气。因为这一波威风罢免投票的县市长高虹安是呼吁大家把机会行使公民权。 沿路经过几个投开票所，大家投票的状况也蛮踊跃的。那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今天行使自己公民的权利。也拿发起罢免投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郭建明也专工转去家乡新竹投票。天气好，心情愉快，这是台湾人民展现民主的时刻。 中山会提醒讲，第11届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投票时间对透早8点到下晡4点。民众爱记日早身份证、印仔甲投票通知单，到指定的投票所来投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